香港反导反条例行动甲打也未收煞，影响到观光客这半年较短的时间，大家敢唔敢来到香港旅游？根据上新的统计资料，今年9月，台湾人去香港旅游的人次是11年来1个月来上佳纪录。台湾、香港航线载客率嘛去影响到，即嘛平均册敢若剩6.5尔。旅游业为着要来救业绩，推缩到优待时间，就讲无论是2天1暝，或者是3天2暝，飞行机和饭店自由行，平均册一个人4000块有找。民众出来街路抗议反送中的行动，影响到观光产业。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下半年去香港的台湾人比去年减5%。9月，更是创下11年来1个月来上少的纪录。另外，台湾、香港的航班，逐个月嘛拢减200-300台。过去载客率平均拢有8成到9成，今嘛干那剩超6成5。旅游业者为着救业绩，机票、饭店拢出现拍折的空间。有一些4、5星的酒店，它可能原价是到这个5000以上，可是它特价的时候可以到大概2000多、3000，可是现在就几乎都是到1000多就可以入住。大家拢杀优惠并促销。像讲乡西旅游就杀，香港2天1暝自由行，飞行机加饭店一个人上少3888，若是要住迪士尼的饭店，佮加3000块就会用的。5福旅游嘛杀3天2暝，飞行机加饭店一个人上少3888，科罗旅游杀2天1暝自由行，上少3688。那基本上还是以年轻的族群可能会比较受到低价的吸引，不然原本圣诞节、跨年或者是维多利亚港的烟火都是吸引很多各个年纪的客层都会去的。不过，贸易业者伊讲，明年抗争的规模会变较较细，所以开始有民众咧问明年的机票甲饭店，因为抗争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市区这个交通主要的所在，甲遐个所在比起来，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拢较无受到影响。不过，民众对香港会放心买，会去香港旅游买，也是拢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